气候因应法的草案最近会过来进行协商。一寡动保团体就指出讲，全球粮食生产产生的碳排是占总碳排放量的1/3咯，所以因建议讲，草案应该要纳入推广，加食一寡菜色，减少食肉。假使转型的条文，会当来减少食品碳的排放。决心治理。初到立法院就要进行气候变迁应用法草案的协商，几若个动保团体初六开记者会提头，甲推广低碳素食纳入立法。台湾动保社会研究会嘛指出，行政院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针对农业排放的计算评估并不正确。刚刚讲从最前面的砍伐森林到最后面的这个冷藏啊、销售啊，或者是剩食的处理，我们都没有把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放进去。动保社会研究会指出，全球粮食生产系统占人为温室气体的1/3。对照资料来看，国人50当来的肉汤等等的消费趋势，台人对每顿41公斤，升悬到133公斤，成长3倍；国内的禽畜饲养量嘛翻3倍。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就是在气候法修法纳入这个条文的同时，就可以让国际上可以就是重视到。其实台湾也是努力的在跟国际一个近邻趋势接轨。动保团体用台北鼓励将减碳排放的概念放入国民饮食指南顶做例，立法院各党团来重视。与会纳入立委嘛表示赞成，因嘛强调，唔是要甲畜牧业来作对，只希望甜对全球减碳趋势，人民食较健康，嘛通对环境更较友善。记者陈文丹报道，台北采访报道。